大家好啊，我係小維啊，好歡迎你嚟到我嘅頻道。買番茄揀5葉定係6葉呢？超市番茄點解冇味？真相大揭秘。各位街坊，每日我哋去街市買餸啦，番茄肯定都係我哋家家戶戶嘅常客啦。炒個番茄炒蛋啦，滾個番茄蛋花湯，整個番茄牛腩，樣樣都係營養又好味。但係唔知大家有冇發覺呢？而家買番茄真係越揀越迷茫啦。有時睇住好靚仔紅卜卜嘅，返屋企一食硬刮刮，咩汁水都冇，一啲番茄味都冇，食起身同埋嚼紙差唔多，完全冇細個嗰陣咬一啖爆汁酸甜香濃嘅感覺。尤其係好多菜檔嘅老細都話，揀番茄關鍵係睇果蒂同埋葉片。有人話揀5葉，有人話揀6葉，搞得大家一頭霧水，都唔知信邊個好。今日我就專門請教咗街市做咗10幾年嘅生意嘅老菜檔嘅老細，佢教我一招揀番茄嘅獨門秘技，仲同我揭開咗超市番茄冇晒番茄味嘅真正原因。聽完之後，你以後買番茄就識得點揀咯。首先就先解決大家最關心嘅問題。買番茄到底係揀5葉定係6葉嘅先好呢？好多街坊拎起個番茄，第一眼就係睇佢嘅顏色紅唔紅啦，夠唔夠大隻啦，根本唔會留意果蒂上面嘅呢啲小葉片。其實呢啲細細嘅葉片就係番茄好唔好食嘅關鍵嘅暗號啦。菜檔老細話俾我知，同等嘅品種同樣新鮮嘅情況下，一定要揀6葉嘅番茄。5葉嘅就盡量唔好揀啦。點解咁講呢？5葉番茄大多係早熟嘅品種，為咗提早上市搶價錢，生長周期特別短。佢哋好多都係大棚催熟嘅，光照時間唔夠，葉片少，光合作用做得唔足，果樹製造嘅糖分、營養同埋汁水都積累唔夠。呢種番茄睇起身可能都幾紅，但係摸起身就硬刮刮，果蒂位置比較薄，個樣有時會偏尖啦，形狀唔規正。切開之後果肉緊實，粒多但係汁水少，食起身酸味重，甜味淡，仲有啲澀口。無論生食定係炒餸都冇乜風味。而6葉嘅番茄就完全唔同啦，佢係屬於中晚熟嘅品種。大多係露天種植或者係光照充足嘅環境下長大嘅，生長周期長，多咗好多時間吸收陽光雨露。6片葉片比5片葉片多1片，光合作用嘅效率就更加高啦。果樹可以積累更多嘅糖分、有機酸同埋番茄獨有嘅香氣物質。呢種番茄嘅果蒂葉片翠綠舒展，個頭圓潤飽滿，摸起嚟軟硬適中，唔會太硬，亦都唔會太腍。切開之後沙囊多粒，汁水足，食起身酸甜可口，濃郁嘅番茄味一咬就爆出嚟。生食鮮甜多汁，炒餸一炒就出汁，香味十足，先至係真正好食嘅番茄。不過老細都提醒，呢個方法唔係絕對嘅，前提係番茄要新鮮。果蒂葉片唔好發黃乾枯啦。如果葉片已經變黃啦、謝咗啦，就算係6葉都係放咗好多日啦，唔夠新鮮啦，一樣係唔好食嘅。除咗數葉片，仲有2個小技巧可以幫手揀啦。第一就睇顏色啦，漸成熟嘅番茄嘅紅得好均勻啦，紅中帶少少個黃，唔會死沉沉咁全部都紅晒。第二就係摸手感啦，輕輕捏一下，有彈性嘅先至好，硬刮刮嘅大多係催熟嘅，太軟嘅又容易爛。講完揀番茄嘅技巧，好多街坊肯定都會問啦，咁點解依家超市嘅番茄個個都睇落好靚仔，顏色又紅又均勻，但係食起嚟就完全冇番茄味？細個嗰陣嘅番茄味到底去咗邊呢？呢個問題真係講到好多人嘅心入邊啦。菜檔老細仲同我講解咗入邊嘅真相，聽完你就會明白晒啦。首先第一個原因就係品種變咗，
為咗運輸同埋保鮮，放棄咗口感。以前細個食嘅番茄品種係專門為咗好食培育嘅，皮薄多汁，香味濃，但係缺點就係好容易爛，唔適合長期運輸，放幾日就爛。而依家超市賣嘅番茄全部都係商業品種啦，培育嘅第一個目標就唔係好食啦，而係夠硬，咁喺運輸貨架嘅時間就會可以長啲。為咗可以從外地大批量咁運過嚟，放喺超市貨架幾日都唔壞。專家培育嘅時候專門揀啲果皮比較厚啦，果肉比較硬，襟擠壓嘅品種，將控制番茄香味同汁水嘅基因都慢慢弱化咗，比老嘅品種少咗一大半，自然就冇乜味啦。第二個原因就係提前採摘啦，催熟代替自然嘅成熟。超市嘅番茄為咗長途運輸，根本唔會等佢自然成熟，大多係青綠色嘅時候就摘落嚟，裝上車運到各地，運到目的地之後再用催熟劑或者係二希尼嚟催熟。睇起嚟紅卜卜，但係入邊根本就冇積累夠營養同埋糖分，就好似一個人冇長大就被逼成熟，入邊係空空如也，點會有味道呢？而街市本地嘅農戶種嘅番茄大多係熟到7、8成先嚟摘，自然成熟，味道先夠正。第三個原因就係種植嘅環境變咗啦，光照水肥都唔同。以前嘅番茄大多係露天種植啦，日曬充足，晝夜嘅溫差大，夜晚涼，日頭熱，先可以積累更多嘅糖分。但係而家超市嘅番茄大多都係大棚規模種植。大棚嘅薄膜擋住咗好多嘅自然光，光照又唔夠啦，再加埋為咗提高產量，大量咁用化肥，尤其係氮肥，催住佢快高長大，忽略咗有機肥嘅使用，番茄自然就冇香味啦。而且大棚入邊嘅溫差少，糖分積累唔夠，食起身就寡淡無味啦。第四個原因就係貨架期太長，營養流失。超市嘅番茄從採摘到運輸再到擺上貨架，可能要經歷好幾日，甚至一個星期。就算佢外觀係唔壞，但係入邊嘅汁水同埋營養都慢慢流失咗，香味物質揮發晒，食起身自然就乾爭爭，冇乜味道啦。而街市本地菜當日採摘當日賣，新鮮度高，味道先保留得住。其實唔單止番茄，而家好多嘅蔬果都冇以前嘅味道啦，都係為咗適應商業化生產、長途運輸，犧牲咗口感。但係大家都係想食返啲有原味嘅食材，所以以後去買餸，寧願揀街市本地農戶種嘅，外觀冇咁完美，但係新鮮自然成熟嘅番茄，都唔好一味追求超市入邊顏值高、硬刮刮嘅催熟番茄。最後就同大家總結一下買番茄嘅核心要點。第一就係揀綠葉，唔好揀五葉啦。綠葉嘅光照足，汁水多，味道濃。第二就係睇新鮮度啦，果底翠綠有彈性先至好。第三就係避開催熟果，唔好揀啲顏色死紅、硬刮刮嘅。第四就係盡量咁幫襯本地嘅新鮮菜啦，先可以食到濃郁嘅番茄味。以後去街市買番茄就記住呢幾招，就唔會揀錯啦。炒出嚟嘅番茄炒蛋、番茄牛腩香味十足，一家人都食得開心。好啦，今日分享嘅視頻內容就到此為止啦，希望對你有所幫助。我哋下期再見。